国际新闻咱来关心，拜二日头落山了后，伊斯兰就进入开斋节。原本是欢欢喜喜的节日，也毋过即马加沙地区当地战争，当地欠粮食，加上有路无厝，巴勒斯坦人根本就无心情过节，只有悲伤。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访问的时，嘛谴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做法是错误的，嘛呼吁爱赶紧停火。几个囡仔为一个水箱挂水，原本只是生活必需品，即马伫拉法营区说是开斋节，少数因互人欢喜的代志。自从以下爆发战争以来，经过6个月战火摧残，造成粮食欠缺，加上有路无厝，伫原本充满欢喜的开斋节，巴勒斯坦人完全感受不到节庆的气氛。فقدت أولادي شهداء فقدت عيالي إيش بده يكون العيد إلي يما زي ما أنت شايفنا الدودة كلنا وجعانين لا أكل ولا شرب。联合国表示，高省有170万人被逼逃离家园，其中一半是囡仔，有110万人面临灾难性危机，因为粮食供应加应对能力已经耗尽。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全球电视网专访时阵，提出对以色列上严厉谴责之意。I think what he's doing is a mistake. I don't agree with his approach. So what I'm calling for is for the Israelis to just call for a ceasefire, allow for the next 6-8 weeks total access to all food and medicine going into the country. 不过，以色列国防军过去一天对加沙发动数十摆空袭，国讲伫拜三一场空袭当中，断死哈马斯政治领袖哈亚尼的3个后生，佮表示因拢是哈马斯军事特务。另外咧进行的停火谈判，原本制定释放40个包含妇女、病人甲老人等阵日，不过哈马斯代表指出，因目前无法度找到符合停火协议的40个人质，引起外界烦恼死亡人质，恐惊会比以前知影的搁较侪。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。